疑是核桃悬十月，一曲连歌声声传，一曲连歌哟，声声传老头子啊，今年的核桃也丰收啦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我们这里怎么会长出这么大的核桃树，还年年丰收？哎呀，每天啊，看着我们这院子生来生往，还生小女，长核桃了家长，热闹哦，热闹！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老头子啊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都整整过去60年了，60年一个家字啊！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，到农村去，到基层去，到劳动战线上去，锻炼自己，建设新农村。同志们，院里组织我们到农村巡回演唱是十分光荣的事。面对贫下中农，我们一定要充满无产阶级、革命关系。等一下演唱，大家精神饱满点，热情点。好。哎，在演唱之前，我们再排练一遍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来来。预备，5、6、7、8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摇也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巅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
长情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摇也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巅，在山巅。大家续弦10分钟。哎，等一下，听嫂子讲。哎，听嫂子讲。哎，听啥子讲？阿错，来喝水。那行行，咋弄？咋弄？哎，大婶，哦，你找谁呀？哦，我找那县城的个梅阿楚。哦，梅阿楚。哦，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耶，这县城城哪有你二姑不知道的事啊？哎呀，我忘记了，二姑是有名的棒当听拳。咋呢？来，喏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馍丝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慢点！哎呦！来，我啊有要紧的事体不能讲。啥要紧事体？二姑啊，不能教授过对讲。对讲？哎呀，哎，一是本城人，从小爱读书，在上海当工人，与文化与技术。哎，还是个带长的，给伊样样都好，就是年龄贴图的，哎，是工作忙，绝对无的哦。不算大，31岁，那跟我21还可以哦，还可以。no，前面3个错误全是他家。啊？操！伊正好回来退钱，我把伊带来了，你去看看哦。哎，这样子上的是美好呢。二姑，我们相差10岁，我才21岁呢，21岁也不小了。是，二姑，是，二姑，哎呀，二姑，你管什么呀？二姑总是理太亏，贱卖车暖不你给，我乃是城里姑娘讨年岁，他恰是年过2里，还是茅草堆，草起针，一风王哎，当心我回家高丽菜。哎呦，没眼光，我的青春来，家人弄得往里来，你是公正家的成本好，一身其实工作来到碰上海，男人虽大是好事，能把阿奴当宝贝，翻上王宫本在于帅内，刚好个婚事错过，怕侬要会。哎呀，这吃亏不？那加快县城城离县城也就2、3里路，也是那屋里向老祖宗的地方。哎，再说人家也是吃公家饭的。阿错，哎呀，阿错，进去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这？演出马上开始。这意思啥的哎呀，二姑，那
喏，雨地强了吧？二姑不知道的事。二姑，二姑，他就奉简讯，是我同样比我还小3个月，不成熟的。不是地强哟。社员同志们，下一个节目小歌舞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。咋个？哎呀，不过家上的上海人教育加倍，真的是要见面个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妈青，你先走一下他不怕风吹雨过去找找儿子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。哎呀，小米啊，儿子都来了，儿子哦，那都来了。哇，你比心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两次哦，两次哦，两次哦。最终结那个。哎呀，他原来侬眼睛不好看不清爽。小雨啊，侬来看。我越会唱越会跳，越年轻越漂亮。她叫美阿楚。哎呦，那子一定会喜欢的。哎呀，喜好。听票买了吗？哦，马是马了，不过我担心。哎呀，担心个啥嘞？看原文。哟，2张。好个，那么侬先去放电影的大会堂等着，我给侬送电影票去啊。谢谢二婶。买点好吃的东西，这边啊，这边。谢谢哦。谢谢二婶。啊，那我先送你回去。不用，嘉宾啊，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早点定下来。哎呀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马着急呀。知道了，妈。赶我回去了啊。哦，妈，你慢点走哟。弄去啊。当心。啊当心啊。啊。家贫我长夜忙在他乡，年过2里必成家。老母孤单，女眼睛开风卷，多牵挂。正中慕名来相亲，莫过为儿孙他过到孽障，怕是他分居两地生不远，与子女年龄悬殊不相当。
小卒，似曾相识在何处啊？阿初，喏，我帮侬介绍个上海人，就是伊拉于家斌。小女啊，伊就是阿初。不曾想，是这般生儿。城市中太阳美丽中偏偏推算了，悄悄可爱，冰雪花飞云天外，从此实心谢谢。于是公噻，阿初，喏，这是喜马的票，东城噻。哎，听巧，那不想吃，哎呀，吃呀，哎呦，哎呀，侬快吃这呀！哎呀，快吃呀！谢谢儿子。哎，王少卿嫂好，带你到上海去吃一趟。哦哟，成功我们祝福这对小夫妻无惊无碍，共同进步。喜庆家贫中的做新郎，心上人心上人在身旁，在
房，茅草美呀，丽一身照光亮，芒。美丽照亮，茅草房。我与他相知相交一年长，一年相思总得上。孤城啊雨，红房化作小灯火，我恰是一心匆匆，多最长。心心相甜蜜意满心房，推推空，他翠眉不准为哪张？翠子翠，花好月圆四折短，梨翠别须，梨翠别须水啊长。玉金线，玉金欢线，笑。恰盼我玉金线，玉金线，他真一阿楚，哎，我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哎，一不能为你操心啊，二不能对你长海望，三不能给你添家当，四哎呀，但是我得还不还你。一，家境虽艰，我成了；二，上海做梦自己忙；三，婚礼从今在地场。是你。是不能长伴长陪在身旁。此为一花第一章。您好是每年多遇团亲家，平日里说兴往来也能天晴长，天晴长。见他心绪，我更欲望。鼻孔魁梧好姑娘，经济受
神父去见访，只怕是儿女情长，得阻挡。哎呀，真是对二姑万你。这一年，演出神父从上海哪里去得了？现在演出得解散，我妈也被哥哥接去外地了，没有什么好挂念的，就想和你好好过日子。阿楚，有件事我不知怎么开口。我们是夫妻，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？今天下午我接到厂里发来的紧急电报，要我明天一早去赶回上海。啊？哦，有重要任务需要执行。什么？你明天是要回上海？是的，什么重要任务？我也不清楚。不清楚。阿楚，你看，与嘉宾收到电报，立即回屋，有重要任务去前方。去前方是什么意思？去前方这3个字是有重大机密任务才用的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正好我们新婚多蜜月啊！这一重大任务是不能带家属的。那你与一个多月的婚假和团亲家呢？今天刚结婚，你去？阿楚，阿楚，哎呀，阿楚，我保证下次回来，我一定把房子找好，给你一个像样的家。房子不重要，有你才是家。哎呀，你不要哭。哎呀，哦，阿楚，你放心，只要一完成任务，我就马上回来。马上回来？回来找房子。真的呀？真的，这是我娃的新房样子，你看看，喜欢吗？哎呀，一个大院子。对呀，我还想在这院子里呀种上一棵大果子。大果子？是啊，来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大道。这是我去青海远洋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。青海远洋，我最喜欢核桃子了。你最喜欢核桃子？是啊，核桃子挺拔巨硕，不但能遮阳避暑，还能遮风挡雨。它结出的果实牢不可破，内外隔绝，虽算其貌不扬，却是绿色长久。那我们去种核桃子？却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种不种得完。是呀。如果能种得完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与他陪伴你我母亲，我就放心多了。现在去种，就当做我们的结婚纪念。结婚纪念。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，作为我们爱的见证。我好喜欢，好喜欢。
你的憧憬和我的一模一样。嘉宾，春雨花香花香，夏雨阴凉阴凉，去与故森东与这字字水，与子偕老，岁月静好，共度时光。这字字水，与子偕老，与爱生，岁月静好不时光。这字字水，与子偕哪个也半夜不许变。亲爱的嘉宾，新婚一别已经有81天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核桃树长成树苗了哟！哎，结出了果实，盼你早早回家啊！嘉宾，我已经约会了云店、插秧、谷种、做枣肉，我还打算用你来接我的橙子，把房子也烧了。就算等不到你回来，那就恭喜你一颗园子吧。新婚一年，1月81天了。这娶亲吧，果然生活繁杂，一时半会回不了家。思念之间，牵肠挂肚，情深难忘。这个家上你一个生女子担着，多余不成。房子怎能写将军之章？店里的农活就不要管了，不然我心生不安。
忙到细心的时间都没有，没有想到烧房子这么难，我连想你都想不懂了。好啊，楚，让你这么辛苦受累，我的心对不起。不过，一想到我们的懒惰，我又充满力量。光阴似水，思念牵挂跟着。阿楚，今天我特别难受，魏大强离开我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韦大强，他是谁呀？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。他去了很远的什么地方？我读的笑话都难受的吃不下饭了。哦，阿楚，上海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你去放心吧。我放心，我放心。早就见你们说过，那边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偏要去那边包山。这棵海桃树啊，是学武的命根子，儿子单位的3颗种子，就种我了这一颗。你们要是把它做坏了，当心地早就说你们的小命哟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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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去快去，吃饱了就不要再到树底下暴食啦。二营千里牡丹雨，3年富贵愁，大头年长体衰难继从，健康幸福里里外外100岁。家穷暖人是难安居，又帮衬新女儿的难处，新房中算一落成，只盼儿归，一家团圆早聚首。娘这次又在叫了，来啦来啦，有你吃的，来啦！阿楚，
要过年嘞，那屋里个老鱼今年总要归来动菜啊？喂，我来到上海，刚刚好是新鲜看的呀。哎，会不会当关动哦？哎，喂喂，外面遇闹动了。啊？可会不会外面遇到动？上海假期3年都不归来啦！哎呦，侬个女人过哪会有假眼个嘞？哎呀，我去寻寻看的呀！哎呦，侬哪有假眼的嘞？哎呀，侬去寻寻看呀！这个假眼嘞！嘉宾，他们不睬你，谁让你3年不回家？这3年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半夜才睡下，趁要种点插秧，下要水个上墙，这家里要挑水做饭，喂猪养鸡，我这水上加上钱上，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泡，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。最难的还是找这房子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。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蓝图，我一点点都有为了，一样样都走了。可是你，推推分分这4年，风风江说他花钱，年年总是人不见，莫怪那人言非语来猜疑。倒是新婚之夜悲伤途，浇水是非蒲草寄托金福啊也，春来发芽多新鲜，金星和福细心照料，每一
年今生儿子掉，悲则断，往往中可绝，才放弃。哎呦，妈，你眼睛不好，叫你不要走上我，你总是不听。你要是摔了腿、摔了腰，可怎么办？我怎么向你儿子交代呀？妈是想替你分担一些，妈，妈知道你心里苦，怪这块儿子他我哪里苦了？来，你先到里屋歇歇，我做好饭叫你啊。当心。哎呦喂，搿么人家那搿么搿样子个嘞？哎呦，真假万怪啦！查阿囡，查阿囡哎，孩儿过来啦，哎。查阿囡啊，趁当你牙齿该回来的人都回来了，估计假币今年又还不来噻。二姑，人家都说他在外面有人了。啊呸！这不得长人话，我活出他一顿磨。不过查阿囡哎。陈女婿到底出了桩事体，为啥那个只见心来，哎呀人不为，多娶团亲年年回，我儿一去不复回，只是令人非你猜。二姑面前才话深深莫避讳，二姑，跟你解释过多次了，别跟他们一样。哎呀，不理你了。哎呀，咋个？嘿嘿，雷大姐，晶晶，哎，阿错，你终于来了。阿错，这新造的墙头已经布满红地，哎，用水泥糊糊，不少雷锋冷地。哎呀，我来吧。你上海去过了吗？我先去挑水，回来再告诉你上海的情况。啊，哎，那是啥个情况了？陆生娃，当心！我明白了，我总算明白了。二姑，你明白什么呀？查阿囡个，弄不好做搿种事体个，怪不得这女婿又不回来了。二姑。晶晶，哎，谢谢你。哎呀，都是。阿错，过来。咦，是不是宣传队的孟建军啊？是啊。那给你发起宣传队跑到这里来做啥？哎呀，宣传队3年前就解散了，我现在在运输公司开车的。开车去
开车，你怪了，你车开到这里，爸爸做啥？哎呀，二姑，随我帮相台，不知遭遇外，四处尽为家，红月情不台，曾到大8岁。相逢已当衰，要问因何故？因何故？西方能够学中送电台。哦哟，噶不得讲闲话，讲得我都女醉了。不，你不要打岔。建军，你接到嘉宾了吗？侬快点说呀！哎呦，急死我了！阿错建军，来。上海寻到他工厂，强原来3年之前一离岗，心结都是长盘拽，事实早已去野洋，情海3000多封信，谈情不你来回呀乡亲爱啊，爷呀，他单位要到种子的地方，他为什么要欺骗我？难道我真的绑身杀的男呀？我真心一片泪相待，他情千算在青梅。阿错与多少？阿错与多爱，与多爱。多苦多累心间的往日的梦惊醒来，放声找宽情，你我把对沙里美，放声找宽情，你我把。3000多公里，来回路上就要将近1个月。再远我也要去。阿错，再远我也要去。妈，支持你，这个不孝孽子。妈，去吧，去吧。
妈妈，我与这苦和道士都托付请你，对，自该去找到了。请君，哎，你营养弟子吗？哦，我生了个心，拿到这个新鲜好，星星好，有了这个新鲜好，预计发电报对方都能收到。我有办法了，发电报送出去。对，发电报，发电报。我将乘坐613次列车，于3月6日15点17分到达燕阳火车站，随到雷吉站。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！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！青海岳阳站到了，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，发扬革命，积极友爱，扶老携幼，依次下车。小王是于家明师傅的徒弟，我是特地来见师娘的。小王，他在西走地道过的啊！来，帮师娘。好。
不来接我？师傅他临时接到任务，来不了了。来，师娘，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来，6123次列车马上就要开了，请送师娘客的同志我们追吧赶紧下车。走喽！小船必奔隔壁滩上，平沙茫茫深天光。小狐虫必奔在隔壁滩上，隔壁好汉运到场。西风狂，路荒凉，楚风号角，凶似那狼。洗不了苦都用脏，它是世界边缘的天堂。师娘，送稳喽！山路崎岖边雨跑，变得人翻唱到问他上。师娘请过黄土场，也去过他。你便是大师传的王。小娃，你们工厂怎么这么远啊？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。啊，我要翻过山！师娘，前面就是祁连山塔山嘛了，我们上通山喽！小娃，下走，下走，下走！哦。师娘，来，喝水。谢谢。师娘，你还是唱歌吧，一唱就不会吐了。师傅说你歌唱的好听他说的。啊。师傅晚上第一次见师娘，就是看师娘的演唱了。你师傅废话这么多。哎，小娃，哎，你们不是在上海吗？怎么跑到这大西北来了？到这里嘛，有任务啊。什么任务？哎，哦，师傅是7级大工匠，是我们村级的负责人，可以微信了。负责人去没有团亲家吗？团亲家有呀，可事情一多，家在远路的都自动放弃了。来回得好多天，我啊也好多年没有见父母了。小娃，嗯，你就不想家？想，可也忙起来就顾不上了。哎，小娃，那是……哦，那是黑道士。哎呀，那比一大批的黑道士啊！师娘，一到秋天，这里就长满了黑桃，这是师傅最喜欢的事。是啊，这是小兵最喜欢的事。师娘，那我们进黑桃林吧。哎，走喽！
相亲相亲相亲。你对不像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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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做的都是简体色色，没有办法往外加送。哦，这是韦师傅家的厂子，不远。啊，茶花嫂，茶花嫂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于子生的爱人来啦！哎呦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喏。哟，长得好俊啊！哎，师娘，这是韦师傅的爱人茶花嫂。茶花嫂，快进屋，进屋！哦，哎，茶花嫂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来。弟妹呀，房子都收拾了，哦，面壁新完的，喏，热水也当好了。哎呀，你一路辛苦，早点休息。多谢茶花嫂。不谢。哦，于是走我。哎，小娃，照顾好你师娘。哎，好。师娘，你先歇着，我去接师傅打电话。阿错，师傅来了。哦，师傅，路上颠簸，师娘她拖得脸。师傅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小娃，哎，师娘，沈院的餐，菜。来，红糖年糕，枣牛，小嘛，拿着去。常听师傅念叨，使得我口水直流。喜欢多拿去。师傅，这听你师娘的话，拿去分给大家尝尝。那我全拿喽，我全拿喽。小娃，小娃，走了。小娃。阿粗，阿粗，外面冷，进去吧。来，这一路啊，3000多公里，路上站着得好几天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苦，你知道什么才叫苦？哎呀，阿粗，你不要哭嘛。哎呀，阿粗，不要哭。来，对不起。于家斌，你这个骗子，我恨你！马一声背心啊混，你花言巧语将我骗。马一声不听我，你抛弃我在他。
天，苦修生生我在万心里，痛着谎言走心可怜我可怜我也操劳难受，辛苦出身难以见。你可知我3年岁月怎度过？你一句对不起，你一句对不起。声啊，句句啊怨我与须归。前莫负亏欠，七尺暖烈地无言，一片苦心似几片。一番承诺变谎言，新婚一别为无趣，荆棘摇篮隔壁摊，隔壁来此房子，国家要造原子弹，保密之年，工作之难，少经验。四策之音不可高，头上远这一座山，3年岁，他从天涯路，所见为我挑起千金担。多想坦诚去谅解，没奈何要落门呀土地。你轻轻打来，轻轻骂，咱委屈苦楚尽宣泄，家贫亏欠一生中，只得
上海滩，你分明男神像万里誓言，我要知真相，知真相，杀真心，我与你心情和面，心情和面，永不见。阿楚，曲目十无奈，心事在火里。天地纪律，风势的季节，生平最当，不可再多言。阿楚，我告诉过你，去前方是有重大机密任务，是要严格保密的。保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妻子。妻子、父母、亲人，不管对谁都要保密。你不信任我？当然信任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那除非你干的是坏事。不是坏事，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大好事。有多大？可以说惊天动地。惊天动地？不是了，我们是有纪律的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：艳阳心想，明明能睡到心，你为什么骗我要从上海转？那是为了不让你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你另外一层啊！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真傻！我是傻透了，被丈夫骗了3年都不知道。阿楚，阿楚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你的爱，对家的牵挂，真真切切，一直深深藏在心里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的嘴不要哭了，都长老茧了。阿楚，来，快坐下。这3年太不容易了，这双手真能干，能造房子、做灶药、干农啊，照顾母亲，撑起
铁过江，上一个城里姑娘嫁进我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受了这么大的罪，我的心里对不起。你这个坏蛋！我连我受过的伤都没有。是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他们说我爱，谁说的？我的阿楚最聪明了，凭着一个心想，就能找到这里。你休想打成我手心！要不是少王子，我早就去找你了。风筝的线紧紧攥在你的手里，我怎么逃得掉？哎，阿楚，我们吃核桃。核桃？来。再过2年，家里的核桃树也能结出果实了吧？已经3米多高了。我的新娘子真能干，听说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完了，奇迹都发生了。这一刻能永远的来，有多好啊！也为家，我天天给你拔核桃，算话。一言为定。哪个？不哪个？你的哪个不作数的？作数，这次啊，一定作数。师母，数据出现了问题，要顺队突围，可能要启动紧急拉查。我马上就来。嘉宾，阿楚，你自己好好学习，不要等我。嘉宾，你看，你的哪个就是不作数。来的来，走的走，明天又一个要回去了。唉，这里的男人不容易，故土远离，没人没言非心里。这里的女人不容易，千里同情难相聚。
我会洗个呀。哎呀，我自己来。阿楚啊，你们这多久怎么就要回去啦？都是3个月了，也难得见上他几面。我在这里，他心挂两头，出点差错也替他直接。况都懂事的弟妹，没有办法，家里也放不下。哦，阿楚，来，你把这些大河道带回去，叫家里人尝尝，喏，一颗颗都这么大。老不可破，泪湿长巾。你是什么？嘉宾啊，喜欢河道是他老不可破，内外隔绝，鸡毛不扬，吃泪湿长巾。哎呀，说得好啊！这就是他们比喻时机呀。比喻时机，你想想，你来了3个月，也没见着老于几位面，就连他们工厂也没见着吧？这3里地外就是禁区，是不是内外隔绝？你有问出原因吗？哎呀，老不可破嘛！不要问了，我们家老魏到死，我都不知道他干了啥，只知道他是一个虚子。魏师傅已经走了。去年走的。去年，魏师傅是不是就回大家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嘉宾内心嘀咕，是他特别难受。原来事情都是真的，这次不在上海，在这里。阿楚，来，你看那边还买了他们好几个同事，还好几个。我不忍心离开，所以就在这里帮着厂里接待一些临时过来的家属，也好多陪陪他。这么多人都走了，听说这里是第一线，最危险啦！难怪嘉宾是不告诉我，是怕我担心。阿楚啊，晚上那么远啊？要是没晚上的话，就再吃上一顿，等晚上了再走。要不是，就怕累了。茶花烧子一人望，层层空气涌心房。谁知他工作不寻常，恰不知此次为现场。夜宿乾隆神不见，莫非
哎，怎么了？我怕什么？怕你出事情。我会出什么事情？明天你就要回去了，不许胡思乱想。来，阿错，那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快试试。哪里买的？我托关二金的同志买的。真儿深，好看，像朵花一样美丽。你要是再不回家，花就要谢了。花谢了，就结出果实了。茶花烧生，让我晚上了再走。这个是顺其自然，不要强求。不，我就要，我要很多的孩子，将来儿孙满堂，绕着我们的核桃树嬉闹玩耍。真好，我也想。你也想？嗯。那我们去回家。嘉宾，求求你，不要再管这个工作。我都知道了，我担心死了，我紧张的心都要跳着嗓子了。阿楚，你知道什么了？魏大强不是调工作。好几个都死了，你们是第一线，最危险。我也在知道，你不告诉我，是把我担心。阿楚，你不要担心，那只是一次意外。是意外？真是意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再等几年。等几年？等我们的核桃树结出果实。那我要等很久呢。不会太久了。阿楚，请我唱首歌吧，我见你伴奏。我最喜欢看你吹口琴的样子。来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，
嘉宾呐，喏，哎呀，那，哦哟，嘉宾啊，一个有心理心生，是今早就要回来啦。嘉宾回来才今早，老太婆拾起在我西上眉梢，现场我真气在，总盼得一家团圆迎眉梢。嘉宾呀，来，喏，快吃哦，快去。哎，这几年里嘛，眼皮跳，一些些嘛左眼跳，跟一些些嘛右眼跳，眼皮不跳嘛，心头跳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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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嘉宾呀，快来，侬来摸摸看，那。哎呦，眼我啦，个心不跳嘛，命也没了呀！对个呀，心不跳嘛，命都没了呀！这到底是吉还是凶？呸！哪个好我凶哎，当啦？然是吉兆，是吉兆。哎那么快吃啊！这道士已经开花结果了。嘉宾，你说过，等好道士长出好道，你就回来陪我。这一天，我终于等到了。
今天你终于能见到你的暖子孙了。那边吃啥子事情了啦？那边为啥干我妈啦？热烈祝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！祖国万岁！好哎！好哎！好消息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！哎，阿错！哎，嘉宾娘，而过。你快看，参与生死和事业的全体科研工作者、工程技术人员、全体解放军官兵和军工工程，他们隐姓埋名，经历了战争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。他们隐姓埋名。看出来了，余家的上海工厂就是有关很方面的工厂。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妈，贾冰生他的工作是保密的，他在中一件为国为民的大好事，他是惊天动地。惊天动地。妈，贾冰他是这种原子弹。原子弹啥个弹啦？哎呀，这原子弹嘛，那是好个东西啦。哎呀，原子弹就是保家卫国、为利复辟的好武器。有了原子弹，洋人就不会再欺负我们了。原子弹爆炸成功，贾冰要回来了。嘉宾要回来了。阿错，了。为你高兴，为嘉宾骄傲。嘉宾，列出电报。哎，电报。宝，哎呀，我去吧。妈，阿错，那。哎呀，与嘉宾并重啊，与嘉宾并重。与嘉宾并重，青梅阿错，说来上海。要有情一元。哎呀，嘉宾娘，呀，嘉妈，嘉宾娘，哎呀，嘉宾娘，嘉宾娘，嘉宾娘，嘉妈，嘉宾娘，哎呀，嘉宾娘，嘉宾。张院长，政委，余家兵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这次他们测试小组出了意外，要不是他及时排除故障，挽救了生死，后果不堪设想呐。请院长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给予救治啊！我们会竭尽全力，只是他的腹水程度过于严重，不容乐观啊。目前来看，情况如何？保水估计还有3个月的生命期。只有3个月？只有3个月？
家宾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倒是刚结果，你姑说回来了。何道士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嘉宾，你看，我们的新房7年了，擦草房时，我把新婚的布置都留下，我鸳鸯与布置了。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记得，每一切都印在脑海里。这房子，这院子，这黑道士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极了。满意，句号。阿楚，对不起，我没做好，还是出了点小意外。小意外，这房子，这院子，这黑道士。有了这小意外，还有意义吗？还有谁也今后吗？嘉宾，我不要你有多伟大，我只想为你好好过生死啊！关于祖国的强大，哪里来的好生死？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。你向我保证过，你身体一定会小心。可你明知道白族故障要走在年中负责，你为什么不做好防护去冲过去？四方军节，你想过我们没有？你想过我们没有？阿楚，你还记得我读的笑话吗？他是第一个冲过去的，他牺牲了。啊，小娃牺牲了。他才25岁，还没有成家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就眼睁睁看着
想办法把他娶回来。嘉宾，嘉宾，嘉宾，来。阿楚，这300年来，中国老百姓哪有过过什么好日子？虽然新中国成立10几年了，可是我们太贫穷、太乱了，一直被列强讹诈着、欺负着。他们随时有可能伸颗原子弹，就把我们的一切化为乌有。只有我们自己有了原子弹，才能让他们放下原子弹，才能谈和平，祖国才能繁荣昌盛起来，老百姓才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啊！嘉宾，所以大家别着一股劲，拧成一根绳，为了改变国家命运，一个个前赴后继，离亲生而去。这个时候，是个我退休当了逃兵，阿楚。这样的暖人，还值得你爱吗？嘉宾，不要死了，不要死了！其实我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懂，我真心为你自豪，为你骄傲。可是。我心疼你，我心是刀割啊！3个月呐，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啊？
情规矩难言。几番承诺难对言，一派爱情遗忘在眼前。牺牲过，经过流泪间，怎不叫人心痛啊？事到晚是我泪他凄凄多年，泪他凄凄多年。为对情把眼前还，悄悄把娃儿对起阿翠，好阿翠多想为家好好陪伴你身边。从眼里把你捧在心间间，不让你再受酸甜苦累，我在担惊受怕终生孝顺言，为家多期盼，多期盼，甚至生命只剩3个月，3个月，3个月是梦里得最我爱的能力，爱的诺言。3个月迎接破，我怎能拖累你年轻的生命？年轻的生命，请我不阿楚，你还年轻，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不能再拖累你，我不能啊！
心多情光，目送回首，思亲已成章。他们把国家重整肩上扛，我更爱他堂堂暖儿应担当，且把生死暂放下，满含泪水，笑脸好家庭莫哀伤，历经无奈心明亮，心明亮。初此情也坚强，此生只配为你唱。好家庭应莫缺乏，三个月是朴素温情好时光。三个月是你我相随最久的日子，三个月呀是几次繁多，分秒无言长，分秒无言长，分秒无言长。这三个月呀，我要你刻刻牵着我的手，时时陪伴我身旁，天天我为你做上那水菜，时时在到时相守情话。你对我诚惶鸟意，困鸟尾，回门雷霆数声浪，望着古镇七小弄子家，把戏份上。一二月迎夫过，第三月到城上新过上，到城上呀，到城上呀，新过上。
情，生命真情不能把凄凄藏。我们要边防你心偏方，一样心所藏。三个月期间，你深夜将铁杖，身将铁杖把城弄倒，风尘在水我再不放。你是我这子之身与之偕老，要与你共度难。春雨花香，秋雨阴凉，曲歌声冬雨暖阳。岁月静美，地好时我们哪个？春雨花香花香，夏雨阴凉阴凉，曲与歌声冬雨暖阳，冬雨暖阳。这子岁，与子偕老，与爱生，岁月静好度时光。这子岁，与子偕老，与爱生，岁月静好度时光，度时光。春雨花香花香，夏雨阴凉阴凉，曲与歌声冬雨暖阳，冬雨暖阳。这子岁，与子偕老，与爱生，岁月静好度时光。这子岁，与子偕老，与爱生，岁月静好度时光，度时光，度时光。哎，让奇迹发生了。3个月后，嘉宾不但没有离开我，
起身体才慢慢康复，各项指标都在好转。在这棵核桃树下，我们相视一目，又走过了30